大冰淇淋災難，那是酷饅以夏季最熱的一天，大家都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冰淇淋節。市長曾承諾，今年的節日將展示史上最大的冰淇淋聖代。人們排着長隊，綿延數英里，只為嘗一口。節日的中心是一座冰淇淋山，巧克力、香草、草莓、薄荷，全有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種口味，堆得高高的，上面撒滿了糖食、鮮奶油和櫻桃。然而，隨着太陽越來越熱，恐怖的事情開始發生。巨大的聖代開始迅速融化，聖代融化了，有人喊道：在任何人來得及阻止之前，冰淇淋像河流一樣開始流淌，衝向節日現場。人們四散奔逃，融化的冰淇淋海洋在追趕他們。拯救糖食！一個小男孩大喊着，他試圖盡可能多地撈起糖食。市長驚慌失措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但這時，一群孩子想出了一個主意：我們用嚼子，他們說。幾十個孩子拿起嚼子，開始盡可能快地吃掉融化的冰淇淋。大人們也加入進來，一邊笑着，一邊瘋狂地吃着混亂中的冰淇淋。沒過多久，冰淇淋的河流就消失了，大家都吃飽了，身上沾糊糊的，但都很高興。市長笑着說：好吧，這就是一種清理的方式。冰淇淋節成了最令人難忘的一屆，從那時起，大家都帶上了自己最大的嚼子，以防發生另一場大冰淇淋災難。